一个名为维吾尔法庭的独立法庭星期五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听取证人的证词，收集中国当局破坏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证据。在第二次听证会前夕，北京批评设在伦敦的这个法庭是代书法庭，批评其成员是反华小丑。9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无论他找多少个演员，搞多少场所谓听证会，它都是一个非法法庭，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特种部队参加的3个兄弟2021国际演习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始。中国福建莆田为控制最新爆发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病毒株疫情，星期天要求严格限制民众聚集，而非必要不得随意外出。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表示，他们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这表明我们非常重视我们与北约军队直接接壤西部地区。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官员将于下周在东京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这3个国家一直在讨论如何打破与朝鲜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方面的僵局，这些计划已引起国际制裁。塔利班在美国纪念911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升起了自己的旗景。当地时间上午11点，塔利班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纪念塔利班政府的成立。土耳其执政党政法党副主席努曼库尔图尔穆什一行正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会谈，代表团将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夫沙特米尔杰约耶夫。伊朗和伊拉克宣布取消互相签证。来德黑兰进行正式访问的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泽米受到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的接见。会后，双方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